带来食大碗公的杂菜面，今晚用要2斤的油面，佮掺猪肝、油鱼、虾仔，拢总10外款的好料料理，大碗佮满钱。 双手好鼎，先甲大头葱甲高丽菜片芳，互芳味出来，再搁较大骨汤头落去，两个师傅做伙煮，搁一摆用到3口鼎，到底是什么料理这么高工？ 2口鼎下油面，1口鼎放真侪好料的。原来师傅煮的是10人份的杂菜面，所有的动作拢袂当停落来，爱伫2分钟内煮好。用来底面的嘛，毋是普通的碗，是超级大的碗公。超级大碗的杂菜面煮好啊，碗加上面有20几公斤重，点完捧起来，烧烫烫的杂菜面真紧就捧到人客面头前。 煮食的功夫会这么好，就是因为吴建成国校啊6年就出来学师啊，17岁就伫餐厅做大头店。12年前，伊本来甲朋友合作开海鲜餐厅，跟人家合伙做生意，然后卖现捞海产，卖无几工都收起来袂做啊，股东不合。 为着生活，因某张玲玲伫北投一条巷仔内找一间店面开始卖杂菜面。毋过叫捌做过餐厅大头店的吴建成家来买面，伊的面子放袂落来，头起先做甲就毋甘愿的。他是很不甘愿的跟我做，他说我厨师我总婆呢，我怎么会跟你去卖面这样子？ 会开始卖大碗公面，讲起来其实嘛是一个意外。拄开始店的生意真普通，一直到有一回张玲玲伫菜市仔买一块大碗公回来，放伫店内互人看，吴建成看到就生气的。我刚刚啊死啊话，然后买一个大碗公菜点落去细个啊，菜是到底是要创啥？想袂到买回来迄块大碗公变作改变命运的关键。因无意中用大碗公来煮面，无意外，佮真正有人客来捧场。 刚开始客人来点说点大碗的，我真的我会傻眼，然后正经啊个正经有人要吃啊，还好了煮啊。后来就开始卖这样。对。 过去用大碗公杂菜面甲面声做出来，毋过无亲像轻花无一枚。吴建成甲张玲玲知影爱把握机会，翁仔某共心靠真材实料，甲人客心留落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